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翻到嚟尋源探秘頻道，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智澄。今日要講啲咩呢？喺未講啲咩之前呢，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頻道，例如訂閱我頻道啦，俾個 like 我啦，幫我分享出去。當然呢，你哋意見都好重要嘅，因為呢咁先令到我頻道呢可以點擊率更加提高。同埋呢，由於我近來呢個訂閱人數呢喺1萬裏邊徘上上落落啊，希望大家呢一齊幫我衝破1萬嘅關口啦。好啦，今日會講啲咩呢？今日就會講一啲關於我客人過嚟通常會問到咩問題啊，要點樣解決啊，好擔心嘅事情，我今日會同大家講清楚嘅。同埋呢，有啲關於我道家上嘅概念同其他唔同形式嘅玄學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同埋呢，我見解希望大家多啲渠道去分享，同埋多啲渠道去參考，就唔好淨係睇一個渠道呢，就覺得所有嘢呢都要跟隨佢哋嘅方式去做。好啦，而家正式開始講啦。通常呢，客人嚟到呢，第一個問題呢，成日都會問師傅啊，我究竟有冇冤親債主呢樣嘢啊？唔知點解呢，近年來呢，好多玄學方面呢，都成日提出冤親債主呢樣嘢，個人呢，都有幾十甚至幾百至幾千個冤親債主。嗱，喺道家概念嚟講呢，前世因今世果確實係存在嘅，咁但係呢，你唔會踩親隔離隻腳，即係你前世啊，然後呢，今世佢就係冤親債主啦，唔係咁嘅。冤親債主呢，係代表有啲關於情感上嘅牽掛，或者一啲比較關於生命上嘅一啲出現呢個問題呢，先會出現冤親債主嘅。即係譬如你喺前一世殺咗某啲人嘅全家，咁一定有冤親債主啦。又或者你前世做咗一啲事情，令到對方好傷心、好悲痛，咁都有機會出現冤親債主喎。但係其他方面呢，就唔係咁輕易出現呢個冤親債主噶。希望大家明白，因為呢，好多人都擔心呢樣嘢啊。每一次呢，嚟到第一句問呢，就問師傅，我有冇冤親債主啊？我想同大家講，唔係咁多人會有，唔好因為嗰個師傅同你講咗冤親債主，收你一筆錢呢，你就會心安理得。其實某程度上嚟講呢，只係個師傅呢，因為呢，佢可能某程度覺得你運勢差，你做一啲儀式可以令到你運勢好呢，但係又要令你相信，所以呢，就提出冤親債主呢個概念啦。另外呢，另一個多人問嘅問題呢，就係問師傅啊，其實我咪俾人攞降頭啊？嗱，呢個仲誇張。其實某程度上呢，降頭呢係唔係輕易地落到嘅？因為呢，都要攞到你一定要嘅物件啊，或者身邊嘅啲頭髮啊，其他嘢呢，先幫攞降頭喎。除非個你親人啦，或者你嘅愛人啦，否則嚟講呢，唔係咁輕易落到啲降頭嘅。另外啦，落降頭如果真係一個師傅識落降頭呢，其實收費都可以好貴嘅喎。大概呢，可能會係幾萬蚊到10幾萬不等嘅。咁如果咁嘅情況呢，你覺得一個人同你唔係太大十冤九仇嘅話，佢會唔會去落你降頭呢？同埋呢，有啲朋友如果真係想去落人降頭呢，亦都小心喎。因為身邊我見到好多朋友呢都被騙啊。因為呢啲師傅話真係去幫我落降頭，其實只係做一啲簡單嘅法科儀式，又或者去做一啲簡單嘅外國嘅一啲神秘學儀式，就話所謂落咗降頭啦。咁但係其實呢，呢啲唔係真正降頭，降頭落個方式呢係非常之複雜㗎。若果呢大家真係有興趣聽嘅話呢，我遲啲會再講一輯比較詳細嘅嘢，同大家分析下咩叫降頭啦，甚至會講埋點樣落蠱呢樣嘢。蠱呢係中式嘅蠱，通常呢都係用一種神秘學法術加呢個寄生蟲嘅一種做法嚟嘅。呢樣嘢呢都幾恐怖啊！遲啲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啦。第3樣嘢呢，就係呢大家成日去聽到嘅一啲還陰債呢樣嘢。嗱，無論喺佛學或者道學裏邊呢，前世今生呢確實係要還債嘅，但係還債呢，就唔係話你喺地獄使咗幾多錢，或者地獄爭咗幾多錢，而今世又還陰債呢樣嘢嘅。其實真正要還嘅呢，就係你哋嘅前世作嘅業啦，做咗錯嘅事情啦，或者一啲情感上嘅牽掛啦。咁今生呢，可能要經歷翻事情呢，
去令到你知道自己前世做錯咗咩嘢，今生去作出改善嘅。咁有啲人會問啦，其實點樣還法啊？其實你呢生人出咗世，一直經歷嘅嘢咪還緊咯。所以咧，記住還陰債呢樣嘢咧，喺道家概念嚟講咧，唔係太存在嘅。因為好老實咁講，喺我哋道家概念之中，靈體等待投胎嘅時候咧，係一股能量嘅方式存在嘅。既然能量方式存在嘅時候，咁又何需要交費用啊？又會揸咩錢啊？需要咩生活費用咧？租屋都唔使啦。咁另外啦，有樣嘢又更好笑啦。就算真係要還啲所謂地獄嘅陰債，咁點解我唔直接燒衣紙俾地府，又或者我用其他方式去供奉地府，而要經第三方去還啲陰債呢？唔通對方嘅法力高啲就一定還到？正如我所講啦，你哋去還陰債呢，就等於經啲 agency 去交一啲費用咁。個 agency 咪真係經到真正嘅渠道交啲費用呢？冇人去保證到嘅。所以建議大家咧，從今日開始咧，若果見到咩還陰債啊，或者你有啲地府債未還咧，諗清楚啲先。其實咧，若果你真係想去令到自己運勢好啲嘅話咧，不如就做多啲善事，或者幫多啲人咧，咁你運勢就自然好噶啦。咁但係有啲人會問喎，師傅，但係我今世咧真係越嚟越黑喎，咁點算啊？嗱，其實咧有樣嘢咧，大家要明白嘅，我哋人咧，成日都會出現個情況咧，就係當你遇到不如意嘅事情咧，你個人嘅情緒咧就不斷向下走，越向下走，你嘅氣場越差，咁運勢咪越差咯。所以嘅情況就係，當你遇到唔好運嘅時候，或者情緒比較差嘅時候咧，保持心境平靜。例如咧，聽下一啲冥想，我有啲冥想咧都放咗喺 YouTube channel 裏邊嘅，大家可以再聽。咁咧就會令到自己平衡翻心理，運勢咧亦都會好翻多啲噶啦。仲有一啲特別嘅情況咧，我想講埋俾大家聽嘅。嗱，例如咧，坊間咧好多一啲關於五行啊，或者一啲叫做特別法力嘅水晶或者手鏈去發售嘅。嗱，好得意嘅地方咧，其實咧喺5年幾前咧，成個 IG 或者 Facebook 咧都冇呢方面嘅太多嘅資料喎。唔知係咪我自己首創啦？當然我自己覺得就係我自己首創啦。大家咧會留意翻咧，我喺4-5年前咧，我開始設立呢個或者幫人製作呢個五行手鏈嘅。但係跟住呢幾年咧，無論西方啦，或者一啲其他嘅中式機構咧，都提供五行手鏈嘅一種製作喎。但係咧，我啲手鏈咧係每一條都係親自製作嘅，而唔係經其他嘅公司或者第三方去製作。大家要小心喎，當你見到啲照片喺 IG 上面或者 Facebook 登出嚟嘅照片咧，大家不妨 cap 低佢 ，search 下拼多多或者淘寶有冇呢啲產品喎，否則可能你就以10倍甚至100倍價錢而買咗啲產品㗎啦。嗱，我就唔係否認其他師傅有咩高強嘅法力可以令到條鏈咧化腐朽為神奇，但係我肯保證同大家講咧，我所有五行水手鏈咧，都係計算咗你哋嘅五行，然後先逐條係做出嚟嘅，所以咧係絕對只係供給你一個人使用，其他人用咧係絕對唔可以嘅喎，因為咧唔啱佢五行咧用咗都唔係咁好嘅，而唔係統一製造就跟住你嘅所謂嘅靚嘅五行或者唔靚嘅五行發放，而冇用一啲叫做術數啊或者數字去計翻啱你嘅命格嘅。所以大家記住啦，坊間咧五行啊或者一啲神秘學啊玄學嘅服務咧就越嚟越多啦，大家一定要睇清楚。記住咧，有陣時收得貴唔係代表好，收得平唔係代表冇料，因為有陣時咧可能只係佢覺得我嘅費用就係值咁多，所以就會收咁多。尤其是超度啊或者幫人去做一啲驅鬼嘅，喺道家同道教某程度上咧都應該只係收一個利是作為一個回報，就冇指定嘅金額嘅。希望大家明白。好啦，今日講嘢係咁多，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頻道，俾個 like 我，幫我分享出去，訂閱我嘅頻道，希望盡快衝破1萬大關。多謝大家，拜拜。